苍山不没千秋画，洱海无前万古情。中国最美的白族艺术王宫张家花园就在这里。茶花院落融融月，柳絮寒古风，淡淡风，游龙润雨汉舞，音踏歌情，一阿锦王规划，自比青山杜之助的。中国最美白族艺术王宫张家花园白族三道茶新采购表演现在开始，掌声有请主持阿鹏哥闪亮登场，掌声有请。来，各位亲爱的来宾、亲爱的贵宾、现场的女士们、先生们，欢迎朋友们来到中国最美的白族艺术王宫张家花园来做客。首先为朋友们光临表示深深的感谢和热情的欢迎，也代表我们张家花园一路到场的所有来宾朋友，新的一年都能够身体健康、工作顺利、家庭幸福、爱情甜蜜，抬头见喜，低头见人民币。如果同意，全场朋友掌声鼓励，欢迎大家，感谢所有的朋友啊！我的天哪，我们现场这么100多位朋友啊！鼓掌的朋友只有60%左右啊！朋友们是不是没有进入我们演出的状态？还有的朋友你们是不是有点紧张？放松一点，过来看演出无所谓啊！无论舞台上出现什么样的情况，大家都不要这个责怪，因为我们这个机箱刚装了大屏幕，这个麦克风的接触呢不是特别好。大家放心来听就可以啊。那么我就代表我们园区内所有美丽的金花和帅气的阿鹏哥，预祝到场所有来宾朋友们，在新的一年都能够心顺意顺气顺，百业和顺，无不一帆风顺，惬意快意满意，万事如意，尽揽四海生意。如果是同意，全场朋友来，掌声鼓励鼓励，来点鼓励，欢迎大家。感谢所有的朋友，这就对了啊！这是我最喜欢的演出的状态。所有的朋友们，那么今天鼓掌热情的好朋友不会让你白拍的啊！等一下我们再上台的时候，我就会把我们园主精心准备的礼物给你拿上来，哪边的掌声多，我就送到哪边去啊 ！OK， 咱们废话少说，闲话少说啊！那个小帅哥，你听我讲话一直在笑，笑没关系，你撇嘴不能撇啊！你撇嘴不要影响到别人。这戴眼镜的我就说你啊，他是这样，看我说一句，笑一笑。再撇嘴，你是什么意思？是不喜欢我了，还是嘲笑我 ？OK， 我削你啊！好了，开玩笑了，不耽误大家的时间。这是我们美丽的金花马上要登场了，咱们中国有句古话叫做“先鼓掌后欣赏”，掌声有请美丽金花闪亮登场，掌声有请，感谢大家，有请。有朋自远方来，不亦乐乎？尊敬的各位来宾、各位朋友，大家好。好。热诚欢迎您到四季芦村，和谐生态的文化大理旅游，走进张家花园的建筑艺术，体验白江做客，白族民居撬动天狗，张家花园光彩夺目，是为县民班为您大理的民居建筑文化体验资源。大理北有西宗民居，南有张家花园，长花与白族歌舞争奇斗艳，前年不得胜的马帮和赶通场。带着残香与欢香，留下大理戏曲文化的历史足迹。白族是一个厚客的民族，三道禅师白家待客，彩棚松梅，谈婚论嫁的礼仪之长，每当贵客临门必备此场。我谨代表大理张家花园对各贵客到来致以白家礼仪，并表示热烈的欢迎。大理的风光妩媚动人，白族金华奔放热情，酸酸甜甜宴宾客，亲亲热热迎嘉宾。歌舞是白族的天性，下面请欣赏张家花园绕山林，有请。
感谢大家热烈的掌声，谢谢。大力月月。